喺網上面賭博之後，嗰個危害性對我嚟講係最大咯。而家都有負債啦，咁其實而家負債都去到7位數㗎啦。我就因為賭錢或者吸毒去辜負咗佢哋。當下賭緊嘅已經唔係錢，係你條命。難聽啲講，真係諗緊邊個位跳㗎啦。咁我叫阿強啦，咁我今年就35歲，即係大概到而家都有10幾年嘅賭齡啦，應該咁講。如果真正接觸賭博嚟講咧，我諗其實可能係由好細個開始啦，朋友之間嘅娛樂啦。由我18、20歲開始啦，咁就真正地去接觸過澳門呢個地方，投注咗第一口。而家都有負債啦，咁其實而家負債都去到7位數㗎啦。其實我屋企本身就爸爸媽媽就離咗婚嘅，喺我中3嘅時候，好多時都比較自立嘅個人，咁但係自立就會形成咗就係可能對好多嘢都想嘗試啊，又冇人去監管我啊咁樣。近呢10年8年開始都有自己嘅生意，試過都有比較輝煌少少嘅日子嘅，係啦，咁都叫做揾到錢啦咁樣。但係開始慢慢受到賭啊一路影響之下咧，其實都面臨倒閉嘅情況㗎啦。所以而家最近呢幾年就有啲網上嘅賭博，喺網上面賭博之後，嗰個危害性對我嚟講係最大咯。即係佢可能有啲唔需要你俾錢住嘅，係啦，可能俾個 credit 你，可能我去到我哋呢啲情況咧，就佢每個禮拜都俾50萬、100萬 credit 你，一個禮拜之後就計數咁樣，有贏有輸啦咁樣，但係慢慢開始輸越嚟越多啦，咁跟住每個禮拜都要找數啦，輸得多啦，咁就開始啲人冇俾信用你啦。咁啊，開始有啲現金網咯，係啦，現金網咁就真係要現兜兜入咗錢入去，跟住先至玩，咁就但係都最後都係輸多贏少啦。最主要嚟講就係其實自己會慢慢失控咯，因為我哋以前真係要賭大錢啊，一定要去澳門啊咁樣，千祈唔好借大耳窿，輸完就算啦咁樣。自從有咗網上賭博之後咧。因為你實在太方便啦，你只要入錢或者你打開個手機 app， 其實真係無時無刻你都可以接觸到啊。係啊，可能一日24小時你都可以隨時玩到，又唔需要搭車，唔需要免卻咗好多麻煩，咁會令到你更加容易去攞起個手機玩咯。即係長賭必輸啊嘛，有句説話咁樣。即係你即係參與呢個活動越嚟越多嘅時候，咁樣輸嗰個機會率咪越嚟越多咯。見到乜都要賭，見到馬仔我又要賭，見到批牌我又要玩咁樣，唔玩會手痕。我又唔係嗰種，我係嗰種當咗賭錢係一個謀生嘅工具，賺錢嘅工具，而佢亦都曾經真係可以幫到我賺錢。賭錢真係好方便喎，又好快喎咁樣。係啦，佢開始慢慢去到資金嘅周轉啊，或者自己又要有啲自己本身個人有啲財務壓力啊，咁你慢慢會開始想借助賭錢呢個力量去幫你。係啦，開頭可能由1萬幾千蚊，去到慢慢10幾20萬，甚至乎過百萬咁樣，你都可以嘗試透過賭去幫你實現。慢慢你遇到再大啲嘅問題嘅時候，你變到唔能夠唔靠佢啦。你成功咗咁，梗係解決到。但係當成唔成功嘅時候，佢帶俾你嗰個後果就會幾何級數咁樣去惡化啦。賭錢係一個錯誤嘅想法，但係毒品就會將你呢個想法咧極大化咗。其實毒品我自己都有接觸毒品。
本身毒品都係一件好昂貴嘅事。呢一刻可能食得起，你又會諗，哇！咁我下一刻又點食呢？咁當我諗住下一刻需要錢嘅時候，又會透過賭呢一個工具。你嗰陣時食緊毒品嘅時候，你嗰個人嗰個自制力會好弱好弱。就算贏咗都好，你都唔會停。咁可能你賭到好大，輸翻晒。贏嘅話當然係一件你做咩工都冇可能俾到你嘅收入，但係你輸嘅話就帶俾你無論做乜嘢都還唔清嘅債務咯。其實你輸，當你輸晒之後，其實嗰下唔痛噶啦。嗰後你會覺得自己冇能力再去面對任何問題，開始慢慢同身邊嘅人開始越嚟越疏遠，變到咧好神憎鬼厭啦已經。本身自己可能無論係吸毒啊，定係賭博啊，其實都係自己收埋做嘅嘢嚟。開頭嘅時候都冇特別去影響身邊嘅人。但係慢慢個問題越嚟越嚴重啦，開始好多問題會慢慢浮面，例如自己嗰個情緒啦，輸咗啊，又或者食完毒品啊，咁樣個人情緒又好暴躁啊，或者對本身自己嘅工作好提唔起興趣啊咁樣，跟住開始你冇錢嘅時候，你又會開始問人哋借錢咯喎。有一次自己都覺得好，因為賭博而覺得好絕望嘅就係。第二日可能要找一筆都幾大嘅數字，即係眼前自己都只能夠諗到呢個方法啫。於是就喺度賭咗6-7個鐘，冇上冇落咁樣，同埋已經心灰意冷到有啲絕望添，就打咗俾個朋友話：我唔賭啦，你不如你幫我啦，無論輸贏都好，我唔理啦。即係要去到，將條命交俾人。交俾個天，已經唔屬於自己啦。當下賭緊嘅已經唔係錢，係你條命，係你嘅人生。甚或乎真係難聽啲講，真係諗緊邊個位跳噶啦。根本喺無計可施嘅情況下，係會有呢個念頭。自己亦都曾經試過有好多次，係啦，伴隨住一啲不安啊、恐懼啊。還唔到錢啊！每日受到呢啲咁樣嘅低壓，屋企人又唔想理你，朋友更加避你，爭佢錢嘅又會追你，咁變相你變到個人越嚟越孤僻咯。去到自己眾叛親離之後，再發現自己對個世界冇晒興趣，好似自己個世界得返賭博一樣。以前可能好鍾意去行街 shopping 買嘢。冇晒興趣，我聽日又要還幾多錢呢？我嚟緊又要還幾多錢呢？咁我冇錢嘅時候，其實我又談得上咩？有咩興趣咧？可以其實冇啊，可能真係試過連落街真係食個飯都冇錢喎。其實我初頭都意識到其實佢嗰個債務嗰個複雜程度。同埋佢兩個成癮行為之間嘅互為影響咧，當佢唔做呢件事嘅時候，佢會有一種我哋形容為脫癮反應啦，一種去令到佢日思夜想，令到佢當佢喺呢個習慣慢慢建立嘅時候，佢嘅人生舞台就會收窄。即係喺呢個字典裏邊，淨係得返賭博、債務、贏同埋輸，係啦，伴隨住一啲不安啊、恐懼啊。還唔到錢啊！每日受到呢啲咁樣嘅擠壓，開始覺得好攰，真係好攰啊！去到一個谷底嘅時候就我點樣先可以停呢？點樣先可以結束呢種生活呢？咁開始咁就萌生咗戒賭嗰個念頭。其實好老實講，都又冇抱住太大嘅希望。其實，但係都係抱住試一試嘅心態。自己都上網啦，透過上網啦，咁即係可能睇下有咩機構，機緣巧合下就接觸到阿 Mo Sir 呢個機構啦。
其實我哋咧係透過一個24小時嘅網上平台 AI Chatbot 啦，去讓一啲網上求助嘅朋友咧，佢哋可以透過一個匿名同埋咧一個低門檻嘅方式去求助嘅。好多時候咧，賭博者就會好似阿強咁樣，佢會面對住一啲債務嘅問題，或者面對住佢一啲好苦惱嘅事，佢好想去揾人去傾。又話唔好話提出幫助，或者佢只係可能同你傾訴一下。其實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對我嚟講一個好大好大嘅幫助，起碼就覺得個世界冇放棄我喎。咁我哋嘅角色咧，其實就會係一個作為一個社工，我哋都會係去提供資源啦。同一時間，我哋都會提供輔導，去同佢傾翻究竟喺背後有啲咩令到佢嘅賭博係持續停唔到咧。Mo Sir 就會可能同你先了解咗呢個情況先啦，個賭錢嘅情況啦、債務啦，甚至乎毒品啦，咁其實一個好宏觀，佢都會了解晒你個情況。有咩專業嘅人士可以安排你去見面，例如會計師啊、律師啊咁樣，即係嗰啲專業人士都會可以透過 Mo Sir 去轉介，透過啲專業人士話俾你知。原來你個情況係咁樣，又未必去到你想象咁惡劣嘅喎。其實可能又可以咁樣解決嘅喎。咁樣即係其實而家回想翻諗，其實方法有好多，但係當時只會諗一樣嘢，就係我點樣即時可以幫到自己。對於當事人嚟講，最重要嘅佢係知道有條出路，有啲咩步驟係可以令到佢行到去呢條出路。可能俾到一啲建議你。或者對件事開始有進展喎，令到件事開始慢慢見到曙光喎，即係起碼見到個進程係點樣行，咁你會覺更加你個決心會更加大咯，咁你會慢慢覺得個人生好似有返希望咁樣咯。我其實唔係戒咗賭，我應該係戒緊賭。但係點樣可以喺剩餘嗰個人生裏邊咧，唔再去接觸呢樣嘢，或者減少去接觸呢樣嘢，去試下唔同嘅工作啊，增加自己個收入啊，從而慢慢將自己嗰個財務狀況慢慢扭轉翻好。即係慢慢扭轉翻好嘅時候，個人生就會多啲色彩，唔係淨係得贏同埋輸啊！我哋好希望可以能夠俾賭博者佢哋去想像去接觸我哋嘅時候，俾佢見得到咧，其實佢哋可以有其他嘅選擇，其實仲可以有一個活得有尊嚴嘅生活。每一分鐘去揾人幫手都真係唔怕遲嘅，早啲去意識到自己個問題，早啲針對性咁樣去解決，肯定比而家呢一刻嘅自己個狀況更加好。真係老土啲講句，真係越早越好。